来关心新闻，来关心这个天气状况哦。气象局发布了低温特报，受到寒流的影响，提醒大家从今天午后天气要开始转变了，包括了在北部、东半部地区，还有中部的山区哦，都将会转为是有短暂雨的天气。到了今天晚上，整个气温降幅会比较明显，风也很大。明天早上一早起来，大家会感受到了气温迅速的下降了很多。而这一波寒流影响时间会比较长，也提醒大家做好保暖的工作，特别农渔业朋友要严防寒害。来看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。